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1月18。撒母耳記上卷2章1節安尼講：我心因為上主歡喜，我的頭因為上主額懸懸，我的喙加對得誇耀，因為你的拯救，予我快樂。三個來祈禱，予阮因為你的拯救來快樂的天父，阮感謝你。主啊，你是阮的快樂，阮的願望，也是阮心中的喜樂泉源。當阮仰望你的時，就憂愁要變做喜樂，重擔要變做輕可。主啊，你應允阮，緊仔信靠你的，要得到超過人所想的平安甲歡喜。主啊，我要感謝你極大的疼痛。主啊，雖然環境有濟濟困難甲挑戰，雖然路途充滿危險坎坷，雖然對着譏笑甲攻擊，主啊，阮也要無驚嚇自在。所以，阮的心因為上主歡喜，阮的頭因為上主額懸懸，阮的喙加對得誇耀，因為你的拯救，予阮快樂。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，阿們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